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进前2讲中间，咱有分享过玛利亚的生命特质，因为伊对上帝倚靠，因为仰望上帝，信靠上帝，所以伫伊人生的困苦中间，会当安然度过，而且得胜。今日咱要来看伊做耶稣的老母。这个角色顶面的几项特质，特别伫耶稣的无同款的年龄层的中间，伊所扮演、伊所使用的方式，也当互咱做父母的真侪的参考。伫开始分享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搁一摆组织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阮即时用谦卑的心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确实明白你的话，也互你的话会当刻掉伫阮的心，成做阮生命的帮助。特别恳求主你赏赐信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行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圣经中间对伫耶稣出来传道进前的记载非常少。咱看记着马太甲路加记载伊出世的代志，其他咱有4本福音书，马可甲约翰拢无写耶稣出世的代志。然后路加接续记载耶稣伫12岁的时阵伫圣殿发生的代志，就是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接续就是耶稣出来传道，已经30岁，所以对伫耶稣对孩童一直成长到成人的代志，福音书差不多拢无记载，也用几句话安尼带过。譬如讲，咱若看路加福音书，咱若看第2章39节到40节，这是耶稣出世的时阵。伫迄个清气的日子末，一般犹太人生查某囡仔有40天的无清气，清气日子末了，因来带这囡仔去圣殿来献祭。所以耶稣出世了，玛利亚甲约瑟按照主的律法，行了一切的规定去圣殿内底献祭了。圣经安尼记载讲，因就回去加利利，回去到因的本乡拿撒勒去。囡仔渐渐长大，勇健有智慧，上帝恩典甲伊伫地。囡仔渐渐长大，安尼即句话带过了，到到12岁时阵才有记载。然后咱若继续看，就是今仔日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耶稣伫12岁时阵伫圣殿中间发生的记事。然后这段记事的最后壁，伊讲，所以耶稣就甲因回去拿撒勒，事事顺从因。伊的老母将这一切事拢珍惜记伫心内。耶稣的身体甲智慧一直成长，深深得到上帝甲人的喜爱。所以用这句话讲了，耶稣30岁出来传道。所以，伫耶稣的这个少年的时代的记载非常少，但是咱会当明白，会当想象，虽然是耶稣是上帝的囝，但是伊嘛是伫一般的家庭中间成长啊。一个囡仔成长，的确伊的父母扮演真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老母。所以咱对这段记载中间，咱会当发现讲，伫玛利亚约瑟因的培养下面，耶稣的成长是一个全人的成长。对这段记载中间，咱能发觉讲，伊的成长是心理甲生理做伙成长。咱看圣经中间52节讲，耶稣的身体甲智慧做伙成长。身体当然人你若供应伊够的营养，互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囡仔得慢慢成长，这是身体的成长。但是耶稣身体成长以外，伊伫智慧顶面
伊嘛成长，就是伊伫心理顶面嘛健康的成长。这互咱知影，咱来帮助一个囡仔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咱毋是简单互即个囡仔身体成长的食物。就是讲，咱台湾话讲，饲囝嘛会好教囝。除了互伊健康的成长、生理上的成长以外，咱嘛爱帮助囡仔有品格教育、受信仰的教育，互伊伫一个听的环境顶面安然成长起来。安尼，伊的生理甲心理才会做伙成长。这是玛利亚甲约瑟替安排。虽然厝内底困苦，但是因有缘吼，耶稣有即款的环境来成长。再来，圣经中间讲，耶稣深深得到上帝甲人的喜爱，意思讲，伊甲上帝的关系真好，甲人的关系嘛真好。即就是咧讲，伫灵性顶面、甲社交顶面，拢做伙成熟。耶稣的灵性甲社会性，随着伊的年龄，安尼慢慢成长。今日咱所照顾的囡仔，咱嘛有即款的需要，咱来帮助因，将因甲上帝的关系建立落好势，爱互伊接受信仰，接触信仰的教育、品格的教育，就是讲爱互伊来到教会，互伊有机会接受这个。毋简单，互伊甲上帝的关系真好，伊甲人的关系嘛爱真好。咱今日看到真侪囡仔，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真好吼，家己咧佚佗物件的时阵，家己拢拥有这物件咧佚佗真好。若甲别囡仔来，就常常会发生冲突也是发生一寡问题。一个时阵真好，一群的时阵就无真好。当然冲突也是讲意见无共款，这是必然的，一个团体生活中间必然的。但是囡仔爱伫即款的训练中间，互伊有迄个团体的生活，伊渐渐了解讲安怎甲别人交陪。所以这真重要。咱送囡仔去学校，互伊甲同学接触。有团体的生活，这真好。但是如果咱会让囡仔带来教会，这个愈好，因为有同款信仰的同伴陪因做伙成长。囡仔来教会，毋是干那甲囡仔、甲同龄人的囡仔接触尔，伊嘛甲大人、甲无同款年龄的囡仔，拢会当有交陪接触的时间。好一个团体，特别是伫一个听的环境顶面，互伊慢慢成长。伊伫灵性顶面、甲社交顶面，拢会当做伙成熟。亲爱兄弟姊妹，囡仔是上帝赏赐咱的礼物。囡仔成长的这段时间是伊生命中间真关键的时刻。咱来让伫这个要紧的年日中间，好好来听惜这个礼物，好好来做，互伊有好的照顾，互伊伫心理甲生理顶面做伙成长。伫灵性甲社交顶面，会通做伙成熟。这是咱做父母，还是做时代、做长辈，会当互这囡仔上界大的祝福。咱看见玛利亚甲约瑟因做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做了真好势。接续囡仔渐渐长大，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记载，耶稣到12岁。一般敬虔的犹太人，伊伫12岁的时阵吼，这是因一个真重要的阶段。亲像咱台湾的台南人有咧做16岁，吼，16岁迄阵是伫迄个码头咧工作的人，吼。那囡仔吼，还未16岁，正正是领半的工资，吼。那超过16岁了，这囡仔已经成年，吼。所以爱做16岁，就表示这囡仔已经独立成年，伊会领全部的工资。犹太人伊是伫12岁，12岁囡仔拢爱接受一个叫做律法之子的仪式，就是讲爱去圣殿中间做这个仪式。伫接受这个仪式进前，就12岁进前，一个囡仔的爸母
爱负担这囡仔伫宗教信仰顶面的责任。但是过了这个仪式了，囡仔满12岁了，这囡仔就必须要家己负责，而且开始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去尽伊的宗教义务。所以12岁对因来讲是一个关键。按照律法，成年的犹太的男性，特别是住伫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定逐冬拢爱到耶路撒冷去守搬过节。事实上，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拢希望一世人有一遍会当参与这个节期。耶稣12岁的时阵，就是伊的父母带伊去耶路撒冷过这个搬过节。可能伊迄个时阵嘛在行这个律法之主的仪式。所以伊伫圣殿中间，甲遮个犹太教师一边听一边学一边问。当即个伊的父母伫即个圣殿的工作结束了，要回去厝的时阵，耶稣真明显是对属上帝的代志有真大的兴趣，所以伊家己一个人游玩留踮伫圣殿中间。因为当时阵因要回去故乡的过程中间，拢是分队分批回去，可能富人行路行了较慢，所以互伊先行，然后查甫人伫这城内底办一寡代志了，尾仔较行，然后大家约定伫一个所在见面。所以这个时阵可能约瑟若准耶稣是对玛利亚，玛利亚若准耶稣是对约瑟。所以毋知囡仔放弃，毋知囡仔要留踮伫圣殿，因着行回程的路，一直到下远的时阵，行一工了，才发觉讲，囡仔无回来，所以因着去开始找伫这亲戚朋友顶面内底找无了，去行转去到耶路撒冷。这时阵发现讲，耶稣坐伫这个圣殿中间。伫犹太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而且四周的人拢对耶稣迄种聪明的本质真惊吓，讲这囡仔一定受真好的宗教教育，因为听到的人拢感觉伊聪明的应答真好。但是约瑟甲玛利亚这对父母因找到耶稣了，心真着急啊，所以玛利亚看到耶稣了，伊就对伊讲：囡仔，为什么你安尼对待我？你的老爸甲我非常着急，四界咧找你。这当然是一个做母亲的正常的反应。老母疼囝，因为囝是老母、爸母心中的一块肉嘛。囡仔放弃3工，当然是真着急。所以就来讲，囡仔为什么你安尼款待我？你的老爸甲我非常着急，四界咧找你。咱看见耶稣来回答讲：你为什么找我？兼讲你毋知影，我必须要伫我的爸的厝里嘛。咱通想象耶稣这个时阵已经12岁，伊开始有家己的想法啦，伊已经开始意识到。伊是上帝囝的身份，但是当时伊嘛知影，伊伫世间还阁有约瑟、玛利亚做伊的父母，伊要尽伊囝的本分。若无咱看见着圣经写讲，伊尾仔嘛是对因等于拿撒勒，事事拢顺从伊。伊即款的回答，听起来可能真无礼貌，但事实上毋是无礼貌，伊是互玛利亚明白。伊所拥有的囡仔是甲别个囡仔无共款。咱看见着玛利亚甲约瑟虽然无明白耶稣讲的话，但是伊的老母将这一切代志拢藏伫心肝内底，记牢伫心肝内底，真珍惜这个代志。对这段记述中间咱会当学习讲，一对父母安怎去面对青少年的囡仔。耶稣这个时阵已经12岁啊，
已经是进入青少年的时期。那伊的老母安怎面对伊？首先咱看玛利亚，互咱一个真好的示范。伊面对这个囡仔伊有表达伊的感受。伊用表达感受，互这个囡仔知影伊家己对伊的关心。伊讲：“囡仔，你为什么安尼款待我？”虽然介像是责备啊，但是伊的后壁面表示安怎？表示爸母是真重视伊啊！讲你的老爸甲我非常着急，四界咧找你呢，因为你是阮心肝的宝贝那放弃看要安怎？所以伊有咧表达伊的情绪。咱有时咱爸母咧教示囡仔的时阵，常常只重视教示的内容。有时阵囡仔犯错，咱会来纠正，来讲你倒位做毋对，倒位做毋对。但是常时，咱毋通忽略讲，互囡仔明白讲，咱为什么要教示因？毋通爱表达咱的动机，互伊明白讲，咱是因为听的缘故，才会来纠正，望伊变好。所以毋通稳重一个，爱表达咱的关怀，咱来听，表达咱心中的感受。这非常重要，互囡仔知影。咱为什么要安尼提出纠正？毋是要来骂尔。佮另外，玛利亚的教示毋是简单是安尼，伊接受伊真认真听耶稣的回答。这点其实比头前一点更较宝贵。耶稣回答讲：为什么找我？因讲你毋知影，我必须爱伫我的爸的厝里。耶稣真直接讲出伊的理由。而且伊咧暗示伊是上帝的囝，伊也互玛利亚明白讲，伊甲其他囡仔无共款，将来爱承担拯救人类的使命。而且暗示，虽然玛利亚还阁无真明白，但是伊有将这代志听，然后藏伫心肝。圣经中讲，伊将这一切事拢珍惜记伫心肝内底。玛利亚真详细听耶稣的回答，咱有时阵咱会感觉真奇怪咱的囡仔伫青少年的时阵拄着问题拢无要找人对无？拢找因的同学啊，找因的朋友啊。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囡仔拢认为讲爸母无要听伊讲话啦。爸母若知影这个代志就开始骂啊。就开始指责啊，开始纠正，开始教示。其实咱知影，青少年的囡仔开始有伊家己的意见。咱上介好的方式就是爱静静来听。虽然因的意见无一定完全成熟，但总是咱会当有一个好的态度，互伊知影咱尊重伊。安尼就真好，会当做一个沟通。所以，咱爱开一点仔时间去听，让互咱真正会当明白，真正会当了解，真正会当接纳咱的世界。然后听了后，咱看见着圣经中安尼讲虽然因无明白这个话，但是玛利亚将这一切事拢珍惜记伫心内，伊伫耶稣成长的过程中间，发现伊的囡仔真无共款的囡仔，所以伊就认同伊，然后放伫心肝，反复思想来接纳伊。这是咱做爸母的，咧面对青少年的囡仔，会当学习的三项原则，就是表达咱的感受，详细去听因所讲的，然后会当认同接纳，认同接纳是爱同理啦，毋是讲完全同意因的想法，但是至少爱了解因真正的需要。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对约翰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这时阵耶稣已经成年啦，已经30岁，开始出来有门徒跟对伊出来传道理。已经成年啦，
对这个技术中间吼，咱来看耶稣的母亲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尊重甲放手。咱拄则所看的这个记载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发生伫加利利的迦纳城。迦纳城是耶稣的故乡拿撒勒附近的一个庄社。当时有一家人在咧举行婚礼，这个婚礼可能甲耶稣的家庭有真密切的关系，因为耶稣甲伊的门徒拢受邀请，耶稣的老母唔干那去参加。可能佮帮忙宴客的筹备工作。不管安怎，这是一场真典型的犹太人的婚礼，是充满快乐的气氛。耶稣有真侪亲人朋友厝眉头尾，做伙参与这个婚宴中间，大家真欢喜咧分享这个快乐的时间。但是到一半的时阵，发现讲，哇，有一个代志出了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婚宴的酒啉了，咱知酒是犹太人庆祝的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如果伫婚宴中间酒的供应然后欠缺，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这是新郎甲新娘上界大的见笑啦。讲招待人都招待袂好。当然咱若有办过婚礼，也是讲结过婚礼，咱拢知影。你做新郎甲新娘迄一天你根本就毋免管什么代志，拢是别人咧帮你斗无用嘛。所以这时阵可能掌管整个婚宴的工作，就是耶稣的老母。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就真着急啊！要安怎？伊家己都无法度啊，伊只好去找耶稣。伊就来耶稣讲，因无酒啊。但是咱看耶稣的回答嘛，真特别啊，较像做无礼貌。耶稣讲。母亲，请毋通勉强我做啥物，我的时刻也未到。其实咱若看原文咱就知影这母亲这个字其实是一个真亲密的讲法，无迄个无礼貌啦为什么耶稣安尼回答讲，请毋通勉强我做啥物？咱就知影耶稣这个时阵已经成人，而且。玛利亚是爱叫伊去处理一个一般人无法度处理的代志，其实是爱耶稣行新约。按怎新约的主管行新约的官兵是上帝，无应该出伫人的意思。咱行新约毋是要满足人的需要行新约无书讲过，行新约是为着要互上帝得到荣耀。所以耶稣的老母当然伊可能有两种想法：第一，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耶稣行新约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是耶稣他出来传道，伊嘛爱借这个时间，互耶稣更像出名一下安尼，可能有这两个心态。但是耶稣就对伊讲：请毋通勉强我做啥物，行新约是上帝的意思。袂通照人的意思，我的时刻还未到，就是讲伊得荣耀的时刻还未到啦。这时阵毋是荣耀伊家己的时刻，但总是耶稣犹原知影安怎做。真明显，玛利亚对耶稣嘛真有信心，所以接受做一件代志，伊就对耶罗波讲：伊爱恁做啥物，伊就照伊的话做。咱若继续看咧，经文讲，伫即个婚宴的场所外面有6个石甕，这是犹太人行清气礼的时阵爱用的，因为犹太人一般要入去厝内底的时阵爱先洗骹，所以呢，定拢会放即个石甕内面底水，互因会当行即个洁净礼，互因上洗骹了，准备入房间。所以耶稣就对这罗卜讲。将这个水甕拢填满水，填满水了，耶稣佫吩咐因讲，将这个水来舀出来，伊讲将这物件来舀出来，送互管宴社，叫送去就是真好真好的酒甚至迄个酒是比头前的酒佫较好所以人客啉了后讲，看有人安尼，一般拢是先送好酒嘛互
互人啉甲水茫茫了，袂当分别啥物好歹，较送迄个普通的酒。无想到，即个酒比头前的酒较好。圣经中讲，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显示伊的荣耀，伊的温度也安尼信伊。但是咱今日要将即个焦点放伫玛利亚的心态。首先，耶稣已经成年啊，咱做父母的爱有一个心态，就是咱所有的咱的囡仔毋是咱家己的财产，是上帝所赏赐咱的礼物。囡仔是上帝予咱的礼物，爱咱好好来照顾、管理因，互因成长。但是因成长了，咱都爱互伊独立。咱只是伫即个囡仔细汉的时阵，暂时协助管理伊。你无可能永远拢用对待囡仔、3岁囡仔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已经成年的囡仔。所以咱实际方式要怎做？就是爱尊重、爱放手。伫经文中间，咱知影耶稣已经30岁啊，做老母的无阁需要阁亲像一个3岁囡仔去命令伊、管辖伊。伫即个经文中间，咱发现玛利亚生命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伊尊重耶稣的决定，而且耐心的听候，无勉强伊。伊明白耶稣已经长大，会当家己做决定。咱圣经中间咱常常伫婚礼的时阵，即个牧师拢会用这段经文做婚礼的祝福，就是讲人爱离开父母，甲伊的某结连，两人成做一体。牧师今日要互大家看头前这段这句话是讲人爱先离开父母啊。意思讲，一个人爱成长独立，一个人要成长独立，离开父母是必然的阶段。那离袂开父母，伊永远袂当长大。离开父母，毋是讲切断甲父母的关系，是伊爱家己成长做决定、负责任，伊爱家己勇敢起来，爱家己独立，安尼依靠有能力去照顾别人，也因为有即款的能力。伊才会通进入婚姻去照顾其他的人，包含伊的太太甲伊的囡仔。当然，妇人人嘛是相共，拢爱有一段时间离开父母，独立起来，才会当成立新的家庭。咱知影，咱咧细汉时阵咧教咱的囡仔行路的时阵，咱拢手会来牵的了。你来看，你要安怎互伊会晓行？就是你到一个阶段，安尼放咧，互伊家行。虽然伊头去可能行了无啥好势，你伫边仔小可来扶一下，安尼伊渐渐伊就家己晓行。你若一世人要来牵条，伊一世人拢袂晓行。所以，咱伫囡仔成年了，咱爱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关心伊、照顾伊。上界重要就是爱尊重伊，就是咱来放手，互伊家己做决定，互伊家己负责任。这是做父母的爱去学习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看见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伊伫耶稣无共款的时期，伊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帮助耶稣成长，去建立甲耶稣中间的关系，这互咱真好的一个信息，是咱嘛当用这款的方式，甲咱的师生建立真亲密的关系。做囡仔嘛来甲咱的师大建立好的关系，通过安尼，咱领受上帝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求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伊所做的一切，阮来学习，安怎伫一个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帮助伊。求主赏赐阮智慧，互阮咧帮助细囝，也是阮的师生成长的过程中间，
会通有智慧去分别安怎做是对，安怎做是毋对，互阮做正确的选择，互这个囡仔得到祝福，也互阮得到快乐。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